98年嘅5月15號，我第一時間咧有少少唔係咁相信，呢一生咧係最難忘嘅一件事。其實係我最難捱嘅一段期間嚟嘅。喺有一個 case 咧，就係一個家庭嚟嘅，咁個爹哋咧就係做一個酒樓嘅一個點心師傅，咁佢好錫個女，咁有一次咧就同個女放學嘅時候咧就遇到個少少嘅意外，但係個少少意外咧就結果就一啲都唔少嘅，喺私家醫院一住咧住咗5個月，咁啊 end up 咧係用咗接近有成20萬嘅醫藥費，咁可能20萬對於一般嘅家庭嚟講都冇問題，但係啱啱咁啱先呢個家庭咧就係個經濟嚟講比較緊絀少少。私家醫院就每4日打一次數，咁啊每次係大約2、3萬到，咁啊佢係2、3萬，然後咧我就幫佢咧攞嗰2、3萬，我唔介意辛苦少少，唔介意行多幾轉啦，咁啊就幫佢搞逐次搞賠償，咁啊第一單嘅賠償搞到，跟住就冚咗第2單嘅醫藥費，第2單搞到就冚咗第3單嘅醫藥費，咁其實成個 case 嚟講，人哋就可能要攞20萬，但係佢可能只係需要攞2萬出嚟，就已經可以由頭到尾搞掂晒。我會覺得係保險一定係會幫到人嘅。其實咧，我入咗嚟呢度做咧已經有4年幾㗎啦。咁啊後尾阿 Amanda 又覺得，呢行係幫到人同埋有發展嘅時候，跟住佢自己得到先生嘅鼓勵咧，咁都一齊加入嚟。咁啊有好多師弟師妹啊、新同事入嚟嘅時候咧，亦都好需要有啲師兄師姐去教，佢都做到呢個角色。佢能夠喺工作咧同埋佢家庭裏面咧有一個好好嘅平衡咯。佢好勤力，我好欣賞佢。咁啊同埋佢喺條 team 啊，或者喺公司嚟講咧，係做到個大家姐，一個火車頭嘅作用。因為好多時咧，有陣時我都需要人去支持嘅，佢就好多時行出嚟去支持我。咁起碼依家可以搬去啲比較好啲嘅地方啦，係嘛？裝修間屋好啲啦，咁啊生活嘅環境咧，亦都會有啲改善嘅。做到依家，我會覺得真係越做越開心。為咗我個女嘅話咧，我會繼續努力，會做得更加會好啲嘅。將來咧個生活咧會越過越好啦，我希望係咁啦。